原来你有偷假，我无啦。免假啊啦！10个偷假的吼，有11个吼，拢讲伊无偷假啦。我无可能反裴萱萱啦。小芬小姐，你即马上好老老实实甲阮交代，这几年拢无消息，你是去佚佗位呢？干嘛要来我家上班？咁真是嘞。千万唔通，叫上无请十分啊！为什么？你唔系，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才知影爱情是啥物。我快拍啦！慢点，有话我讲啊，有话我讲。你想我拢卖走，等警察来甲你做歹去关。以后若拄着危险，一定要找人斗相共。去，去哪个？你真正唔知影好歹呢？啊，敢来遮斗？我跟你讲哦，听候你灵体消息，你的运势不得超生哦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汽车49天，公司台语台。